港政府推出嘅 BUD 資助，每間企業累計最高可達700萬。計劃推行嘅時間同地區都可以自由選擇。資助範圍雖然廣泛，但都係有唔同限制嘅。今日我就帶你嚟了解一下啦。首先 ，BUD 資助嘅範圍有唔同嘅比例劃分，例如租金嘅開支唔能夠超過總預算嘅20%，聘請員工同做廣告嘅開支各自不能超過總預算嘅50%等等。所以，我哋要先構思好項目嘅方向同內容，根據唔同嘅範疇製作一份縝密嘅預算表。喺構思項目方向嘅同時，仲要考慮項目所需要嘅牌照同時間，例如選擇喺內地開廠嘅公司，生產同加工成品嘅種類或原料需唔需要特別嘅證照同資格，仲有申請嘅時長同難度。以銷售產品為主嘅企業，係喺當地成立零售店，定係以電商或跨境電商嘅形式來拓展銷售渠道、廣告同宣傳推廣嘅平台同方式，例如選擇線上嘅廣告定係線下嘅廣告，喺邊啲平台投放，以及投放嘅方式同比例，呢啲都係事前要去考慮嘅。有好多企業冇考慮清楚各種情況同時間就提交申請，結果方案被撤回拒絕。因此你需要一個專業嘅顧問嚟為你制定計劃、跟進項目嘅流程，為你解答所有有關於 BUD 嘅疑問。我哋會了解貴公司嘅業務同方向，為你制定完整嘅方案同預算，提供專業嘅意見俾你，確保你能夠提交完整嘅申請內容。立即關注聯繫我哋，獲取更多有關於 BUD 嘅資訊吧。香港專業會計，你嘅企業經理人。